家己鹿草燕山宫逐年元宵拢会放火马，消灾解厄求平安。今年元宵暝拜三迄日，因为天气无拄好咧落雨，所以活动是延期延到拜六举办，嘛共款写真侪游客来参加。信众做伙扛着细身火马行头前，庙方人员甲地方人士扭着大身的火马对后壁行，准备要去放火马。时辰一到，众人点炮瓦起火，21身火马佮有炮瓦随做火烧起来，场面是非常壮观。我是太保人，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型的活动，我觉得蛮震撼的。消灾解厄哦，咱来树平安哦，祝咱遮乡民大家会使出去哦，拢会使安全哦，就甲这个五谷吼会使来丰收安尼，这放火马吼，伊会流传落来用意是安尼。燕山宫原本伫1月12元宵节要办的放火马，因为拄着落雨的关系，延到15暗时来举办，嘛拄好是拜六假日，真侪爱翕相的民众早早就来占位，要记录这特殊的地方文化活动。有点像是嘉义民雄的大视野，还有美感朝天欧野的吹泡的那种感觉。那我们觉得整个流程很棒，非常多人透过摄影的画面来传达我们在地的一个信仰。那这样的一个文化仪式呢，它有一个平安跟祈福，那把福气留在地。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文化传承，让这个精神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也可以知道。鹿草燕山宫的放火马是为清代就开始的除疫仪式，甲纸做的火马用火来烧，希望会当甲瘟疫带走，替地方消灾解厄。庙方表示，今年延到假日来举办，唔但省真侪游客，嘛互厝外乡亲有机会倒来故乡参加，希望透过活动继续来传承这特殊的文化仪式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